習近平隨後到達台山街總社區服務大樓參觀，先後走訪1樓嘅老人護理室、5樓嘅排練室同6樓嘅多功能廳。唔少能夠近距離接觸習近平嘅長者都認為副主席好親切。劉正報導。喺行政長官何厚華、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等嘅陪同之下，習近平到達街總探訪，獲得街總領導層嘅熱烈歡迎。喺1樓嘅老人護理室，長者通過折紙工藝向副主席送上農曆新年嘅祝福。喺5樓嘅青少年體藝活動中心排練室，習近平亦都同多名嘅青少年仔細咁傾談。而有18個退休長者表演嘅秧歌舞，就吸引到副主席停留觀看，並且報以熱烈嘅掌聲鼓勵。這個今天到這個中心來啊，看這麼好的一個中心啊，設施齊備啊，這個各取所需，從老人家的這個服務啊，到這個青少年，再有你看我們這裏的這個業餘啊，這種社會活動非常好，這個也是改善民生啊，豐富這個群眾文化生活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。這個你們做得好啊！謝謝。習近平又表示，喺金融危機嘅影響之下，希望廣大群眾可以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，務求令到生活越過越好。見到國家副主席就喺眼前，唔少嘅長者都忍唔住湧上前爭相同佢握手。70歲嘅張婆婆就話，雖然平時都有喺公園練習用嚟健身，但係今次仲係好高興可以喺國家副主席面前表演。主席同我哋講話，我哋呢跳舞呢跳得靚，同埋呢身體健康。亦都有參加表演嘅長者話，副主席好親切，好好笑容，好親切啦，對啲人都。隨後，習近平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街總贈送咗禮物，街總亦都以紀念品作為回禮。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送俾街總嘅呢一份禮物入邊，包括咗2張按摩椅同埋1座鋼琴，希望可以藉此豐富佢哋嘅社區文化生活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劉靜報道。